哦，今日最後一日，要5點半出發。8號車、7號車，我整裝出發。時間。今朝早好凍啊，好凍啊！我着咗 fleece 再加羽絨啊。呢邊嘅帳篷咧就係我哋食飯、食早餐嘅地方啦。食晚餐、食早餐，就係餐啦。哦，嗱，呢架大貨車就係載晒我哋所有嘅背囊啊、物資啊，所有人嘅行李咧就掟晒上去㗎啦。同埋嗰啲露營嘅帳篷啊，全部都喺晒呢個咁嘅大貨櫃車。呢條咁嘅光路咧，就引領大家夜晚去廁所啦。嗰個廁所咧就係喺地下掘咗個坑，跟住擺下鐵板喺度，等大家企得好穩啦。然之後有個帳篷，係最短嘅一日，所以應該輕鬆嘅希望。準備出發，準備出發。好凍啊！好凍啊！今日咧，因為好趕時間啊，所以今日成個台都冇咗啦，拆晒啦。今朝4點鐘我哋就起身喺度睇呢個星河啊，然之後睇星星嘅，因為真係好冇光害。係喎，睇銀河啊！大家咁早出發咧，其中一個活動就係一齊睇日出喎。咁啊，而家後面你其實見到有少少紅光，個太陽就嚟出嚟㗎啦。今晚咧，我哋都要趕翻酒店㗎啦。我哋行到中午食完飯，就會坐翻2個鐘頭車翻酒店。今晚就慶功啦！好，繼續喐住啊！哇，好凍啊！呢天氣。出發！所以咁你講下個遠水見行咗大約2個鐘頭，都係呢啲景啊！大約8公里，都仲係一望無際嘅平原荒漠。而家就感覺真係有少少似行軍啦，或者係俾人流放去發放邊疆嗰個感覺。咁啊，今日冇琴日朝早咁輕鬆啊，都幾攰啊！有啲痛啦，又開始出翻嚟啦。琴晚又唔係好瞓到啦，基本上都係完全咁嘅路啊，所以都有啲悶啊，同琴日下晝一樣，呢個戈壁灘啊叫做，係呢一個行程裡面嘅真正最後3公里啊！嚟之前呢，本來就預咗呢，即係聽到話100蚊沖一次涼呢，咁鬼貴唔沖啦。有陣時真係受唔住誘惑，見到人沖完涼咁乾淨咁舒服，都去沖下啦。嗰個熱水都好熱啊，咁啊順便可以用啲熱水按摩下肌肉咁啊。本來諗住4日3夜唔沖涼呢個挑戰就冇做到啦。總結下呢幾日嘅行程先。第一日大家都行到積積咁啦，一望無際嘅風車。開頭咧你覺得好似好煞風景，但係當你發覺行咗連20幾公里都係風車站嘅話咧，你覺得呢個風車場真係不得了。第二日咧，大家團友都覺得係最辛苦，即係有上有落，有上有落咁。去到106嘅時候，又由第一支旗開始嘅，去下，望極都唔見個營地，點樣轉彎大直路都唔見個營地，令人好沮喪。原來佢話插旗計錯數，去到最後唔夠旗，所以就由1號開始再插，真係行到個人好絕望。所以發覺原來人有一個目標去追住咧，係好明確，咩都唔諗咁就去做。但係
當你好辛苦，你滿心期待已經去到個目標，點知話俾你聽唔係喎，又要由頭再嚟喎。哇！你嗰個人嘅意志咧，真係會即刻打沉咗啊！所以即係你自己嘅堅持啊，點樣諗啊，點樣行咧，都好影響。去到第3日又係30幾公里，諗住死梗啦，行咗2日咁長嘅路，點知大家都話第3日好似隻腳嘅狀態都唔錯喎。咁我自己都係嘅，第3日係行得最舒服。開頭諗住108真係好恐怖，但係發覺原來即係人嘅極限咧係可以不斷咁延伸。你諗住自己唔得咩？你覺得冇可能咩？有陣時真係未試過，點知得唔得？除咗你話有風沙，即係大風啦，有沙啦，烈日當空，好熱之外咧，其中一樣幾難頂嘅咧，就係沿途真係你唔會揾到地方坐低休息。大帳篷咧，比我想象中真係舒服嘅喎。咁嗰個空間都好大啦，佢嗰個墊褥都好舒服，張被又夠暖。咁我自己就帶埋一個睡袋嚟啦，因為衞生問題。出面夜晚好大風好凍啦，入到個營幕就好溫暖。我瞓得最好就係第一晚。第一晚咧好攰，11點一攤落去，一覺瞓到第二朝5點鐘。隨便行下，見到有人無端端幾十度角轉彎咧，就知道佢要揾個都係呢啲咁嘅草叢仔嘅咋，好細嘅咋，就地就解決噶啦。所以大家都慣嘅。呢108旅程其實冇想象中咁辛苦嘅，但係都係辛苦嘅。完結到就真係覺得自己又升咗呢啦，期待下一次嘅突破啊！係我真係好佩服聽障嘅，你見到佢哋都係健兒嘅跑手嚟嘅。視障嘅咧，有一啲咧真係同我一樣咁奀瘦，但係佢哋行嘅速度一啲都唔慢。亦都有兩父女、兩母子，當然兩夫婦都唔少啦嚇。咁樣一齊同行，好多唔同嘅親情喺度啊，好特別，都有啲畫面都令人好感動。喺呢個團裏面咧，你每次覺得自己好攰就嚟唔得嘅時候咧，你又睇下身邊好多朋友，無論佢有障別好冇障別好，佢哋都係好堅持，好努力去行，好係一個警醒同互相學習。你覺得人嘅能力好似好有限，但係其實又有無限嘅潛能。只要你堅持，只要你肯試，所以冇一開始就聽落去就質疑，覺得唔得啦，唔做啦咁。其實你肯做，真係得㗎。好彩有呢個沙套，真係唔入沙唔入石仔。咁如果唔係咧，入咗少少石仔磨落去咧，你都唔容易行啊！哇！沙多謝晒，我走咗108公里。臨尾我叫自己咧，雖然好辛苦，但係都要用最輕鬆嘅步伐，覺得自己一啲都唔辛苦嘅心情行翻嚟。所以最後1公里咧，我都要自己好輕快咁翻嚟。而最後嗰10米跑翻嚟添啦嚇，20-30米。咁跑嘅時候真係覺得好興奮，好開心。咩力量都有喎，跑嗰陣仲覺得好輕添。跟住坐喺度咧，逐個見啲人翻嚟嘅時候咧，哇！真係幾感動喎，我自己咧都即係坐埋一邊咧，都係咁喺度流眼淚。真係唔容易啊！咁而80幾人，每一個都堅持，
行到翻嚟。咁啊，有一個我見佢好似都受傷，都受得幾嚴重啊，條腰拐下拐下。完成呢個壯舉，而咁多人一齊去完成，唉，能人所不能，好感動呢件事。